日回憶咧，請嚟咧就係聯邦政府信託師胡雪晶嘅 Jane， 你好 Amy， 跟住又傾下偈啦，同你。好啊，嗱，咁我哋咧可以講下咧關於咧 CEBA 或者係 CERB 啊，好多朋友咧喺疫情嘅時候咧借咗錢啊，嗱，借咗錢咧就一定要還噶啦。咁但係亦都聽到有人講話，如果咧你用唔同嘅方式啊去借嘅話咧，還款咧又好似有啲唔同噶，咁究竟係點噶？個個都好蒙查查嘅。係咯，因為呢家稅務局咧做代表人就收呢啲債務啊，所以好多時我哋電話多得好緊要啊！我又借咗 CEBA， 又借咗 CERB， 又借咗 HASCAP 啊，咁跟住我都冇錢還啊！最緊要咧，第一個情形係你個有限公司名譽借啊，抑或你私人借，呢家追起上嚟咧，邊個係債仔啊？佢哋都唔知嘅。咁有咩分別啊？如果你係有限公司借嘅話咧，跟住個公司可能都冇營業啦，跟住冇資產嘅話咧，佢追個公司係冇得收嘅。咁如果冇資產咧，嗰啲債主係冇得再追噶啦。如果你私人嘅就孭晒上身就要係啦，CERB 嗰啲咧多數會私人嘅，即係話嗰啲債務咧一定要處理啦。一係就債務重組嗰個辦法，將你全部嗰啲債務總數減輕，跟住免息5年還翻俾佢咁嘅意思啦。好 important， 揾翻你嗰啲資料，睇下邊個係債仔。即係如果你喺邊間銀行借嘅話，打翻電話去就話，咁我有冇私人擔保又好，或者係邊個係債仔啊？變咗法律上知道係邊個負責任，先知道點樣解決。但係當然啦，如果真係需要去還錢啊，又或者咧自己究竟有咩方法咧，亦都經濟都唔好啊嘛，咁即係想揾下胡雪晶咧，可能傾下啦，點樣可以揾到你咧？留一個口信啦，唔該。中文熱線喺安省係416-496-3503。416-496-3503，或者你打我個中文名胡雪晶，或者打我英文名 Jane WOO 落去網站都揾到我哋噶啦。好啊，今日咧唔該晒啊，就係聯邦政府信託師咧，就係胡雪晶噶，多謝你啊 Jane。Thank you，拜拜。拜拜。有債務問題，唔好再拖啦 ，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欠稅嗰筆錢終於搞掂晒，清咗筆信用卡數，我仲可以開始儲錢添。做咗債務重組，而家無債一身輕。有債務問題，唔好再拖啦 ，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要無債一身輕，你我都做得到。透過債務重組或破產申請，我哋已成功幫助超過10萬加拿大人。有債務問題，唔好再拖啦，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